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M， 我係 UM6675 Studio。今日我會拍 Q&A， 同埋呢位係巴迷，我唔知佢叫咩。你哋如果留言咗，我就要去你屋企搞機。叫 KXDRLOVER， 我唔知點讀，就係咁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下觀眾問我哋啲咩問題啦。50訂閱，留言區853我。我呢個最近嘅日期而家8月20，聽日唔得閒，所以OK 有啦。WV6102 問題咩料？好，你第一條問題問啲私隱嘅嘢，咪中意問私隱嘢啊？問私隱嘢啊？真嘅喎，你真係問私隱嘢喎你呢個。好，你幾歲？你估呢？今年9。你幾年班？我升4年班。點解要做 YouTube？ 我升5年班。我升5年班啊，各位。點解要做 YouTube？ 冇一種可能啦，咁就話下啦。咁就因為呢睇人哋做 YouTube， 所以我都做 YouTube。想唔想舉報 Roblox 個年齡限制啊？想。你住邊區？邊區？問你啊，你住邊區啊？邊區啊？我住香港究竟有幾多區？元朗區、屯門區、荃灣區、沙田區、新界澳區、九龍城區、灣仔區、南區、西貢區、泥島區，仲有咩泥土區啊？我聽到泥島區咩料？離島啊！泥土區。哦。食指。好。問你啊，你住邊區啊？我講咗啦，我住18區啊嘛。咁我呢？我係住元朗區、屯門區、荃灣區、沙田區、深水埗區、九龍城區、南區，唔係灣仔區、南區。好。你屋企裝修風格靚唔靚？唔靚。你屋企人對你好唔好？唔好。你覺得而家屋企人有唔有錢？有錢。你生日你屋企人會送你啲咩？某一樣嘢。我諗下先。我唔知喎。蛋糕咯。你覺得邊一個車型退入咗最慘嘅？咩退咗？退咗入係咩意思啊？呢個人睇下幾多訂閱嘅先。哇，85訂閱。哦。咩意思啊？唔明你講咩喎？你覺得邊一個車型退入咗最慘咩意思？佢應該係退役㗎。ASU 聽車 cam 人講呢係話行車證到2027年先會退役嘅。係啊，全數退役。但係呢，好可惜，2026年4月就退役咗。4月唔知幾多號。下一個。4月29好似係。
你覺得邊架車引擎聲最靚？Volvo 嘅 V6B、V6X， 唔係，即係所有嘅富豪車啦，即係除咗蛋引擎聲嘈到爆嗰個真車嚟㗎。你鍾意邊架車型？V6B 城巴 E48風筒短筒。我天你唔好懟我！大家冇事，我係啱啱而家玩緊巴士，驚有人想搞我架巴士機，所以大家唔使咁慌張啦。嚟啦，我哋繼續啦。你覺得最嘈嘅引擎係邊架車型㗎？喺邊㗎？係 B9，我覺得係 B9TL 橙蛋、白蛋、綠蛋呢啲。你最近嘅基佬係邊個？未諗到係基，佢雖然佢住深灣軒，但係呢個基嘅人定係得一個啫，所以我只能話佢。你最鍾意邊條路線呢？你覺得呢？仲俾個笑容我係咪啊？俾個笑容我做咩？你自己睇啊！呢個大把點讀啊？好啦，我盡量啦。九巴1A 260X 258D 63R 26B 265M 63 60M。再睇下先。嗱，龍運巴士有 A31、A33X、N33X、E31、R8、X40。城巴有 1M、2A、2X、37A、55、56、307P、681、970、970X、969、969、N930、B35X、E22A、E21、E21A。機場城巴醫院快線。城巴機場快線。嗱，仲有嘅 A10、A28X、R8好新大新魚巴。3M23就咁。好啦，到你問我問題啊。OK，我冇得睇啊！你講啦。你自己問啦，隨便你問。我問呢，我就答。問10個，唔係留言區啊！你就咁講。咁咧，我想問你啊，你有冇同個女朋友分手？有。分咗幾多個？3個。雖然我唔係第一次知啦。哇！勁叻機。跟住咧，我就想問下，你想唔想你嘅賬戶有1億 Robux？ 想，一定想，堅想。咁你想唔想喺你嘅對手，即係你嘅 Robux 對手裏面有全皮膚，跟住仲有無限個鎖匙，想唔想？想。全武器都想唔想呢？咩啊？全武器啊，即係全部武器。但係你已經俾我無限 Robux、無限鎖匙喎，咁我買咪得咯？你仲嘥嗰啲錢做咩？你直接要無限個鎖匙咪得咯？你點解仲要一個一個咁樣買嘅咧？而且你都有全皮膚咯，跟住你仲有包裹，你買晒嗰啲高級嘢咪得咯？好啦，今條片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唔好再見啦，因
哦哦。